靠上之后，给你一个大惊喜。那就靠吧。嘿，你都这么大了，还穿纸尿裤，笑不笑？不乐意，小鸡鸡。甄先生，白小姐，怎么不下去啊？我不会游泳。不会游泳，那我教你。这不合适吧？这怎么游啊？啊？白小姐，这不太合适吧？这个人多怎么了？我就喜欢刺激的。甄先生难道不喜欢吗？喜欢，你都不怕我怕什么呀？那甄先生喜不喜欢角色扮演？什么意思？就是我是空姐，你是乘客；我是秘书，你是老板；或者我是女警，你是罪犯。那白小姐喜欢什么角色呀？我喜欢女警。那我就喜欢罪犯。啊？不是，你怎么随身带这东西干嘛呀？这可是为你准备的。哦，白小姐，这人太多了，咱是不是有点太激烈了？人多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还说敢的吗？现在不敢了？敢呀？真的？靠吗？哎，白，咱能不靠？靠上之后，给你一个大惊喜。那就靠吧。白小姐，这大惊喜是？别着急啊，闭上眼。白小姐，你干嘛去啊？等我啊。哎，你还去拿东西啊？
这够了，这够刺激了，这个。就真姐，感觉不错吧？爽了吧？曾先生，这是规定。甄先生，我们家豆豆想你了。来，首战成功，耶！太爽了！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当我看见那个坏男人被惩治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我就是那个坏人。不，我是女英雄。白锦儿同学，请你专业点好吗？我们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能带着情绪的，你冷静下来好吗？少装了，你花钱。你敢说看见真剑在那个粪水池子里泡着的时候，你没有一点爱爽的感觉？不开心啊，我当时很冷静。调查显示，过分的面部表情更加会产生人的皱纹，所以请你们尽量减少过分的面部表情。我刚才大概估计了一下你们笑的强度和次数，恭喜你们，你们又老了2个礼拜。哎，女博士，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那么不食人间烟火的，经历了那么多欢乐的事情，都还开心不起来啊？我开心啊。思思，你以前是怎么判断可盈姐开心或者不开心的？她开心不开心看起来就一个样啊。其实呢，可盈姐还是会笑的，只不过呢，是她平常刻意压制着。不过你要细心观察就能看出来了。果然啊，不过她这么憋着，不会憋出病来吗？不知道啊。总而言之呢，我们整管小组首次大获全胜，来 ，fighting！ 耶！哎，我不喜欢靠近窗边的位置，因为靠近窗边的位置肯定有很多的落尘，餐桌一定不干净。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那些细微的粉尘并不是擦一擦就能彻底清除的，那些东西会随着我们用餐被吸入身体里，对身体很不好。先生，您2位可以点菜了吗？好，那先点菜，先点菜啊！老川冬粉蒸兔头，港式煲仔饭，凤尾虾排，鱿鱼珍菇蒸排骨，豆豉金钱鱼。先生，如果是2位用餐的话，这些菜已经够多了。谁说这些是我要点的？这些都是我不点的。哎呦，太油腻了，对心脑血管不好。先生，您直接说您要点的就行了。那好吧，那我就简单的跟你说一说啊。干煸豆角，只放干辣椒，不要放花椒，绝对不要放味精，醋适量，凉拌苋菜，苋菜要焯水，但不要超过半分钟。最后拌的时候不要加芝麻、番茄炖过汤，香要少放，海米要多放，香菜一定不要放，番茄要炒出香味儿来，再往里加冬瓜。我说的这些细节你都记住了吗？那你再给我复述一遍。
饺只放干辣椒，不放花椒，绝对不能放香菜。错了，是不要放味精。你看你，你记住了就是记住了，没记住就是没记住啊！你没记住，你跟我说呀，我会再给你复述一遍的。那么好，你听好了，我再跟你说一遍。干煸豆角只放干辣椒，不要放花椒，绝对不要放味精，醋适量，凉拌咸菜要焯水，但不要超过5分钟。最后拌的时候不要加芝麻、番茄、冬瓜汤，香要少放，海米要多放，香菜一定不要放，番茄要能炒出香味来，再放入冬瓜。这回总该记住了。나 잘 타지? 내가 어렸을 때 뛰어를 좀 했었거든. 내가 계속했더라면 우리 김연아 선수 이전에 천성이 선수. 又看外星人呢？你看过呀？没有。哎，要我说别看了，我觉得这个戏吧拍得特别扯。你就说这韩国人吧，又高又帅又有钱又有知识又有6块腹肌，还懂打麻将，懂医学懂历史懂法律懂赚钱，还懂得女人。最可气的是呀，还是一处男，为女主角守身如玉400年呐！这要放你身上，你信吗？要我说呀，你们女人看这种戏和我们男人看 A 片是一个道理的，反正都是意淫嘛。我谢谢你啊，亲爱的。这戏我追了2个星期了，一集都没落下。就因为你这番话，我看下去的兴致全毁了。那正好换台啊！哎，爸爸3个月前去世了。哎，你就说现在这种选秀节目吧，啊，比唱歌你就比唱歌好了，非得打出各种爱情、友情、亲情、悲情牌来吸引眼球，外来赚取眼泪，让每一个选手身上都那么具有戏剧性，骗取一些泪点低、心肠软的观众也就罢了，你让我们这些高素质、高智商的观众情何以堪呢？啊，对不对？哎，要是比看狗血剧情，我还不如去看刚才那韩剧呢。哼，反正都是意淫嘛。这可是乐视电视，有700多个台，你全都毁了一个遍了都。有吗？我觉得我才毁了一半。亲爱的，你这怎么又生气了？小帆，不是我说你了，我觉得作为你的男朋友，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来正确引导你的三观。你看，在我现在精心呵护之下，你的三观是多么茁壮的成长。嗯。